政府喺考慮發牌嘅時候呢，係考慮咗所有嘅因素，亦都呢係充分咁考慮咗顧問公司所提交嘅不同時期嘅嗰4份嘅顧問報告，而政府呢係維持政府原來嘅想法。就有關顧問公司呢位人士佢出嚟嘅講話呢，係政府係會認真咁跟進同埋處理嘅。對於顧問近日呢就有關決定公開發表嘅言論呢，我哋感到詫異同難以理解。政府喺考慮唔同嘅政策事宜裏邊呢，係不時呢係會邀請顧問提供意見，喺作出決定時呢，亦都會參考顧問所提供嘅意見嘅。一般嚟講呢，除非得到政府邀請，相關顧問呢係不應公開係參與佢哋所受聘研究事項或者相關嘅事宜嘅討論，更加不應係捲入相關嘅政治討論嘅，以免引起大眾質疑顧問嘅客觀同埋中立性。呢個係對任何從事顧問工作人士嘅最基本嘅職業操守嘅要求。對於顧問今次不顧職業操守而捲入政治嘅討論，我哋對有關嘅做法表示非常之遺憾。顧問近日係就發牌一事所發表嘅言論，政府認為做法並不恰當，亦都與顧問嘅角色係有所衝突。我哋唔同意顧問所發表嘅個人意見，並且留意到顧問對政府發牌政策同埋程序存有唔少嘅誤解。政府希望該公司能夠尊重合約嘅精神，同埋保持作為顧問應有嘅中立性。